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的教会，咱每2个月就会举行一届的洗礼甲圣餐。每一届咱伫教会中间看见遮的人领受洗礼时，咱就会非常的欢喜。无论是某一个兄弟，也是姊妹，伊愿意接受耶稣，成做伊生命的救主，也是父母带着因的细囝来到上帝面前，会安尼幼稚洗。也是讲一个青年，伊长大以后愿意来承认上帝做伊的主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伊的救主的迄个虔信礼。当咱看见兄弟姊妹伫遐洗礼时，咱就会回想咱家己洗礼的迄个时刻。咱当初洗礼迄个时刻，一定是充满感动、心心实意伫上帝面前伫遐回应。所以咱拢讲洗礼是咱第2个生日。是咱成做基督徒的一个开始，但是咱对洗礼到底是甚物款的看法呢？当然，伫上洗礼课程的时，我拢互遮要洗礼的人知影，洗礼是一个信仰的记号，就是你愿意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表明你的信仰。所以牧师会伫洗礼中间对这个洗礼的人讲，甲伊讲，你着亲信，你若真实反悔，告别你的信仰。搁伫你的名，搁伫伊的名受洗，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，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，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。所以咱知影，对咱来讲，洗礼是一个信仰的记号，就是咱愿意对罪的中间来悔改，并且对当了后，咱要认真做一个基督徒。所以洗礼时，牧师袂甲你讲，恭喜哦，今仔日你已经得到天堂的入门票。因为洗礼毋是得救的保证，人袂当认为我已经洗礼就是得到迄个得救的保证。因为救赎的主权在于上帝，只有上帝才会当决定是啥会当进入迄个新的天新的地。所以咱一定要调整咱家己对洗礼的看法。因为真侪人伊毋敢洗礼，是认为家己要无迄个资格。但是洗礼毋是一个资格的认证，洗礼是一个开始，并且无一个人敢肯定讲我家己是够即个资格的。并且虽然咱已经因为咱知影咱若领受洗礼了后，咱永远是一个罪人，咱永远不断地犯罪。另外，咱伫洗礼了后，咱嘛袂当想讲，我就已经完成啊，我就会当停止所有信仰的追求啊，我会当毋免来参加主日礼拜，我会当久久来一遍教会就好啊。因为咱若知影洗礼毋是上天堂的入门票，咱敢毋免搁较谨慎来看待咱的洗礼，来看待咱的信仰吗？所以咱爱非常看重咱即个已经领受洗礼的身份。如果咱敢若认为讲有洗有保庇，就会限制伫咱这几届看约翰福音内面，这法利赛人去找行洗礼约翰来领受洗礼同款的错误。咱知影犹太人因虽然有清气的条例，因无洗礼的条例，总是当因看见约翰在替人洗礼，因嘛无想要去明白约翰的洗礼是甚物意思。伊就想讲，因若规身躯互人洗清气。上天堂就稳当当，所以安尼错误的理解，造成真侪当时的法利赛人去找约翰来领洗礼，所以约翰伊嘛有一群人跟缀伊。但是这个情形，伫耶稣出来传福音了后，就开始有一寡改变。伫今仔日的经文22节甲咱讲，当耶稣甲伊学生去到犹太地区，也开始伫遐行洗礼。所以咱就看见形成2个所在的洗礼，一个是行洗礼约翰的洗礼，一个是耶稣的洗礼。但是咱若看第4章第2节，咱会当知影，毋是耶稣亲自在替人洗礼，是伊的学生在替人洗礼。圣经学者找无任何答案会当解决讲为什么耶稣无替人洗礼这个问题。咱唯一会当肯定的是，耶稣的洗礼甲约翰的洗礼，拢是咧强调迄个悔改。因为当因2个人出来传福音，要共洗礼时，因拢会讲：恁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啦。但是这2个洗礼也是有无共款的所在。行洗礼约翰
但伊知影家己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伊知影伊毋是真正主角，所以领受伊洗礼的人是愿意悔改的人，是互家己迄硬心诚做软的心的人。但是敢若停伫悔改即个程度，毋过愿意接受耶稣学生洗礼的人，意义就毋是安尼。因毋但悔改，因嘛开始要来跟缀耶稣，因开始信任耶稣是迄个拯救者，是迄个弥赛亚，并且因愿意就来跟缀。所以咱看见耶稣的学生替人洗礼了后，即个洗礼诚做咱今仔日基督教洗礼的基础。咱拢知影，咱人非常爱神奇的事物，所以咱看见今仔的经文，去耶稣学生遐洗礼的人哪来哪侪，所以这嘛引起约翰学生的紧张，伊就紧来甲因的老师约翰讲，进前你伫约旦河遐你所干净的迄位，你看，伊伫甲人行洗礼，众人拢就问伊。这句话表达伊学生对老师的忠心甲关心，但是这句话嘛诚做什么？这句话嘛诚做互魔鬼利用的一个工具。因为行洗礼约翰，伊若哪想哪毋对，迄个无爽快心就出来啊。行洗礼约翰是耶稣的亲情，并且伊比耶稣年长差不多半年的时间。为什么耶稣无尊重伊咧？所以，这个想法，若一直不断伫约翰的心中，就中着魔鬼的诡计。伊若一直不断安尼想，伊心内不平，就开始产生迄个怨妒，然后就开始分裂。这个情形若是伫即个时间发生安尔，其实伫耶稣传福音的时嘛发生类似的事件。耶稣的学生约翰，伊个性较强烈，有一摆伊看见一件代志，伊无法度忍受袂了，就去甲耶稣告状。伊甲耶稣讲：先生，我捌看见一个人用你的名赶鬼，阮就禁止伊，因为伊无甲阮对比。耶稣若哪听哪毋对，伊若非常在意，讲即个人乃无事先来甲我报备。伊就用我的名来赶鬼，可能耶稣就去找人冤家。但是耶稣直接硬讲，无得禁止伊，因为既若无攻击恁的，就是为恁。所以耶稣直接提醒伊的学生，爱用更较开阔的心去接纳遐无共款的服侍者。虽然因毋是跟缀耶稣的学生，但是因也伫无共款的方式伫遐服侍主。这个时阵，咱嘛犯着甲约翰共款的错误。咱想讲别人甲我无共款，就一定是毋对的。其实主互每一个人的呼召甲服侍的方式拢无共款。只要无去破坏、伤害事工，咱就用搁较开阔的心，用阮较多元的方式来传讲上帝国的道理。另外，我相信咱若诚做基督徒真久的兄弟姊妹，咱一定嘛听过安尼的情形，就是某一个教会因为某一点仔问题，就伫遐静甲无法度收山，然后就人会带一群人离开，伫无偌远的所在，搁去另外一间教会。当然，咱毋当将伊看做是教会的成长，但是这敢是健康的成长咧？伫圣经内面，咱嘛看见。对以前到现代，不断拢出现安尼问题。伫教会拄建立的时，嘛是有安尼问题。因是为着会当食啥，袂当食啥伫遐争论。其中上出名的就是伫哥林多教会的问题。伫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前书3章3节到7节有伫遐讲，保罗讲安尼一段话，保罗讲：是恁要趁肉体。恁中间既然有怨妒、三争，减不是趁肉体，照人的款来行吗？因为即个讲我属保罗，迄个讲我属阿波罗，安尼恁减毋是趁人的意思吗？阿波罗是甚物？保罗是甚物？是恁所对因来信的找用，照主所赏赐
诉别人的，我知情阿波罗压水，独独上帝予伊大赞。安尼生知情的压水的，拢袂算得少，只有予伊大赞的上帝那尔。对这会当看见，哥林多教会的会友已经分做两个派，一个是保罗派，一个是阿波罗派。并且伫因的中间已经有一寡的竞争甲紧张，但是这个情形马上互保罗指责。保罗讲，无论是阿波罗，也是伊家己所做偌好的工，拢袂算做是啥物，因为福音事工会当确定的，毋是因两个人的本事，是上帝的恩准。所以咱会当对以上我所讲的遮的耶稣、耶稣的约翰。甲保罗的模样，咱看见一个谦卑落魄的形象，就是当因知影讲众人拢去就问别人的事，因的心袂自卑，因的心袂怨妒，因知影伫福音的事工内面，因家己不过是一个管道，因为着就是要将众人带到上帝面前，所以就亲像约翰伫遮讲的一句话。约翰讲，若毋是对天予伊，就人袂得到生命。因知影，毋是因做生命，是上帝所赏赐的，所以因愿意接受对上帝来判断，甲上帝的选择。耶稣的约翰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若毋是上帝的选择，毋是上帝的赏赐。无论咱用什么方法、用什么制度、用什么系统，拢无效果。亲像咱真熟的诗篇127篇第1节讲：事体若毋是上主起造，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活；城市若毋是上主固守，就固守的人空空敬醒。所以伊知影讲，毋是伊家己外交，伊毋是伊家己有啥物材料来完成上帝国的这个大事业。是因为有上帝参与，甲上帝甲伊同工，所以保罗嘛是共款。所以咱看见这上帝罗卜，无因为因的身躯边有遐尼侪人跟缀因就袂记你家己的有限，袂记你家己的软弱甲卑微，因是将所有荣光归予上帝。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叫做 Spence， 伊是一个博士，伊捌非常有名。所以当时伊的教会非常侪人，但是一年一年过去，这个牧师渐渐年老，伊的名声嘛无当初遐尔亮，所以伊的会友嘛渐渐离开。就连当时伊的教会对面来一个年轻的牧师，所以真侪会友拢走过去。有一天伫教会暗时的礼拜内面。这个 Spence 牧师看见讲，哪敢若几个人来，就问伊的会友讲：啊，遐个人走去倒位？大家拢点点毋敢回答。有一个同工就真细声讲：我想因拢去对面迄个教会听迄个新的牧师讲道啊。Spence 牧师一听煞，伊停落来，伊讲。好，我想咱应该甲因共款去到对面去。伊就行落伊的讲台，带伊的会友去行过车路，去到对面的迄间教会。伊毋是去体原，嘛毋是骂迄个牧师讲你哪会当抢别人的音。Spence 牧师伊愿意接受上帝判断甲选择。当然，伊是一个真成功，是一个圣经的博士。所以伊讲道绝对袂差到倒位去，但是伊无怨妒，伊无生气，因为伊知影别人的成功嘛是上帝的赏赐。所以当咱看见这个信道的模范，互咱想到什么咧？就是咱包括所有的教会，所有的基督徒，咱敢若是上帝救恩的见证者。咱毋是拯救者，因无有一个基督徒是绝对完全的，嘛无有教会是绝对完美的。所以咱袂当将咱家己看做是互人得救的大功劳。虽然咱将人带到主的面前，但是互伊信耶稣的，毋是咱的口才，是上帝的时间到啦。
另外，无论咱有甚物款的本事，嘛是靠咱家己的本事材料而来的。因为本事就是上帝给咱的礼物。所以其他人同款，无论伊有甚物款的材料，嘛是上帝特别赏赐互伊的礼物。所以咱毋免伫遐三钱，毋免伫遐怨妒、叫攻击。因每一个环境拢需要因无共款的本事三合做伙来服侍。咱若想看卖，若一个间教会内面，所有的人拢想要做迄个教导的，想要做老师，你敢袂讲哇？这间教会非常的好，非常受到上帝祝福，每一个人拢是老师，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圣经做真好的教导。可能毋是祝福，可能嘛会产生真大的危机。伊无有学生，每一个人拢想要做老师。咱若想看卖，若一间教会的人拢非常的灵敏人，看到有帮助的人就一直赢钱互伊，但是无一个人去做迄个监督，有可能大家疼心就互安怎懒散来使用。所以每一个人的恩赐无共款，每一个人就爱互相尊重。使用上帝赏赐你无共款的恩赐，互即个世界因为咱的服侍会当哪来哪好，并且当咱尊重彼此的时，就是伫遐尊重迄个赏赐无共款恩赐的上帝。但是讲起来真简单，要实现真无简单。当咱伫一个位置久啊，就会认为家己哪来哪是一个权威，所以其他的人一踏入来我的界限，我就认为伊是来甲我作对的。咱若严格讲起来，其实伫洗礼这方面，惊洗礼约翰比耶稣搁较早出来，伊应该比耶稣搁较权威。当时真有关系，遮法利赛人拢拥护伊去找伊洗礼。但是惊洗礼约翰无利用安尼权柄，伊一再表明伊毋是基督，伊是即个奉册伫基督的头前即个人尔。所以伫约翰福音第1章，当犹太人遮的宗教代表去问约翰讲：“你到底是甚物人的时？”伊就甲遮人表明讲：“我毋是基督，我嘛毋是先知。”并且当伊看见耶稣，伊是甲伊的学生介绍讲，看上帝的羊羔。耶稣的约翰家己知影家己的身份甲家己的角色。伫即段经文中间，约翰用一个犹太人拢非常知影婚礼的情景来表明伊家己的身份。伫犹太人的婚礼中间，新郎的朋友。类似咱今仔日的伴人，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伊不但爱安排宴席，伊有一个真特别的任务，就是要徛伫新娘的厝外伫遐等伊的朋友新郎来。因为当时无电火无路灯，亲像咱真熟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就是10个查某囡仔伫遐来摕迄个油灯的迄个比喻。这查某囡仔爱准备到夜的油来点灯，因仔徛伫新娘的厝外，照光新郎来到新娘的厝的安尼一个路。所以咱通想象伫无电火的安尼情形，虽然是这油灯，但是一定迄个视野是非常的模糊，是非常的昏暗。所以伫这种昏暗的火光的内面。因即个唯一捌新郎声音的即个朋友就非常重要，因为敢若伊捌即个新郎的声音，所以伊当伊看无啥清楚，但是伊听起伊朋友的声，听起即个新郎的声，就知影新郎来啊。伊就替新郎开门，互新郎入去新娘的厝，然后伊家己就欢欢喜喜离开。伊袂去嫉妒即个新郎甲新娘。因为伊知影伊唯一的任务就是互因两个人做伙，所以约翰用即个来讲伊家己的事工。伊家己毋是新郎，伊是新郎的朋友，所以伊爱做的就是将以色列即个新娘甲耶稣即个新郎结合做伙。
所以当伊讲伊得甲兴旺，我得甲衰微的时，伊毋是用哀怨的态度，毋是伫遐讨气，伊非常的欢喜，因为伊知影伊已经完成伫上帝国内面的任务。啊，弟姊妹，咱偌济人会当亲像约翰，咱敢知影家己的角色，甲家己的定位咧？还是咱掠家己的感觉才是上重要？顶礼拜我去学教信仰教育的时，下课的时，即个班级的老师就叫囡仔将迄个四周围的窗仔门关起来。但是就学生硬讲，小学5年的学生，伊就硬讲，为什么叫我？但是即摆当咱细汉的时，老师叫咱去关窗仔门，咱一定乖乖就去关，对无？因为咱知影咱是学生。但即个小学5年的查某囡仔，甲老师硬讲为什么叫我的时，我对伊的态度、对伊的表达，我就知影讲，即个囡仔伫伊的厝内，伊是甚物款的身份，伊是甚物款的角色甲定位。伊可能伫厝的嘛无将家己看做是爸母的囡仔，伊可能将家己看做是迄个公主，逐人爱服侍伊的人。所以特别伫咱的即个时代，咱即个时代非常强调自我的主义。所以要叫咱学习顺服，实在非常困难。咱毋免讲教会外面的代志，咱来看教会内部。若每一个跟对耶稣基督的人，拢愿意顺服伫主耶稣的引带，教会界敢会有遐尼侪问题咧？但是问题是，叫咱口头承认耶稣基督是咱的主，是一回事，但是，若叫咱去行出用实际行动去行出，去承认伊是我的主，是另外一回事。亲像约翰三书内面有一个人叫做对特会的人，伊足想要做教会头，伊足想要得到众人的注目，但是伊用恶毒的话语来攻击约翰，伊家己无想要接待才会来教会做工的兄弟姊妹，伊佫禁止这愿意接待的人，甚至将伊赶出教会。所以，这个人伫教会嘛真有地位啊！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嘛是一个尊主最大基督徒啊，但是伊的行为，互咱非常清楚看见，伊是伫否认耶稣基督的引带。兄弟姊妹，当咱知影咱家己是上帝救赎计划内面其中一个真细的角色的时，咱就袂看家己过头。当咱知影所有的人的恩赐拢是上帝的礼物，咱就会当用谦卑的心去甲别人合作。当咱知影咱家己毋是主角，上帝是主角的时，咱就会当尊主最大，无搁一直去看我家己受伤的迄个感觉。当咱知影咱所做的一切是为着上帝国的荣光，虽然我渐渐衰微，但是我嘛袂失志。望咱拢会当用健康的心态来服侍，无论伫教会，也是咱的家庭、社会职场，因为上帝无需要咱亲像奴才迄款真痛苦的服侍来服侍伊。上帝爱的是咱用喜乐、感谢的心来服侍伊。